是有什么工程？那个是要排水的吗？挖那么深？还是那个市区的市区呢？那个排水的通道、排水的水道，再往西那边呢也有挖那个洞，还挖很大的洞，用那个铁板的盖着。哦，这个是要盖什么？那么长那么深，几30-40公尺大概有。哦，前面那个就是糖厂了，以前可能是那个办公大楼还是什么古建筑、历史建筑啊，100多年了嘛。1894光绪20年中日甲午战争，隔年1895年马关条约，他那个让台湾统，他台湾这边就西宁这边有建那个糖厂，生产糖。哦，到了20年代，20世纪后期，可能是1990多年，1990年代，民国80年代后期，没有在生产糖了，要荒废掉了。那个是以前那个糖厂排废水出来，要排到那个集水溪的通路，都有水沟，这个都有整理过了。哦，那么高，那个是牧草，